什么 selama makan selama makan the famous drink. Kopi. 第一天晚上，我们就是去写就是自己的梦想，但或者说你去年就是你觉得你给自己达成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就是今年的话，你想给自己达成什么样的事情，就是你可以写一些梦想。然后我们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就把它绑在就是风筝上面，然后我们去飞它，就是有种象征梦想成真的概念。我们就去参加，就是这边主要的目的，leadership，他会给大家一个议题，就比如说第一个议题就是说，你帮那个鸡，你觉得鸡会需要什么 ？Chicken， 对，你觉得鸡会需要什么？然后我们就是想说，我们这一组是想说帮鸡设计一个 APP。后来另外一个议题就是，环保的议题。就说你有在环境中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谁发现了，然后你要怎么解决，然后怎么样的，对，然后我们有没有得名？那时候讨论蛮久的，我们还就是到了就是巴厘岛的一个人的住家，他好像是岛主吧，对，然后我们就是有听他分享一些就是他们怎么去做塑胶分类啊，什么，就可能把它烧掉啊，怎么样的，对，然后去做参考。可是呢，因为那一天真的是太想睡觉了，就是前天跨年早上6点要弄好，那等于说5点就起来，然后超困，所以我几乎整天都在睡觉。这一组啊，就是适用我们台湾。如果说就是我们台湾会用比如说你要袋子的时候，你就可能付2块，然后我们大家都会用那个就是自己的环保袋子，对，然后他们就觉得说，这个方法还不错，然后我们就是分享给他们，就是我们可以就对环境做一些什么样的解救啊，或是其他的方式，但是又不会让就是商人没有钱赚这样子。然后在晚上的话，我就觉得是一个很酷的一个晚上，因为大家会准备就是自己就是家乡的传统服装啊，或是歌曲，或是舞蹈，就是跳舞表演给大家，然后就是分享一些文化交流，我就觉得还蛮酷的。但是呢，因为我这个白痴，我在就是他有传网络上的时候，我根本没有看到这个资讯。所以我不知道在干嘛，然后所以我就没有准备，就甚至连个什么小小的 keychain 都没有带，然后所以我就想说，那因为就是他们那时候我来的时候，他们印度尼西亚人就有分享说，那个你看那个 chat time， 他们超爱那个 chat time， 然后就是还可以为了它就是排队排1个小时，然后它的价格就差不多跟星巴克一样，对，然后但还是比星巴克便宜一点，就差不多100多块。对，然后我说真假？我说这个来自台湾，但是我们都不爱喝，因为我们台湾有太多选择。然后说真的假？然后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分享就是珍珠奶茶怎么做好了。然后就是因为他们这边可能就是真的是一般的珍珠奶茶，顶多鲜奶茶。我想说，那我们就分享我们台湾可能有抹茶啊、粉红色的啊、紫色的啊，巴拉巴拉很多很酷这样。然后后来我弄完之后，他们就是很兴奋这样，然后隔天还一直问我说，就是珍珠奶茶怎么样，就是他们真的很喜欢，对，然后就觉得还蛮小骄傲吧。因为来这边就是也只有我一个台湾女生，然后所以他们就是会问我说，就还蛮多人不知道台湾在哪里，然后也有些人就是台湾跟大陆搞混，然后有些人也是台湾跟泰国搞混，或者是说有些人真的就是知道什么朋友去那边交换学生啊，或是有些人根本也不知道就是珍珠奶茶来自台湾，然后就是他们就会觉得还蛮想就是对台湾多一些认识的，对，然后就是我就觉得就觉得可以就是让大家更认识台湾，我就觉得还不错。现在还太早，还不太想戴隐形眼镜，不然又像昨天那么早睡，然后又没有睡饱，好累哦。这边应该是小型的足球场吧，还是什么 football 之类。然后这边是一般民众在那边露营，然后他们也有
就是烤的东西。然后我们住这种 tent， 就是这种露营。然后我是住在上面的那一个，对，上面那一个。然后它自己没有很大，有个吊床。然后我们，上面那个棚子啊，是我们就是集合的地方。大家在飞，梦想贴上去，然后我们先把它弄风筝，然后我要戳洞，对。然后我要把线穿过去，我先穿好，完成了。它这个应该是算。What's the meaning of this? I mean, I hope I can be a blogger and something. I can model. 现在是吃这个，只是很多苍蝇，然后等一下要用手就是抓着吃。什么？Selama？ Okay, it's spicy. Oh, but this one is not spicy. No, I just want it that. Sambal and goreng. 放一点在这里， I don't see 然 anyone. 后加一点，又加一点。 I still don't see anyone. Will, you know Will? Will. Who? See on the way. I don't care. Right now, I don't see anyone. Excuse me. It's very weird. Where was? This is your first time? Yeah. This is my first. Yeah. This is my first time. Yeah. Oh my god. Are you my chopstick spoon instead? Me too. You must try it. It's very good. 他们说这个 That's spicy. 不可以养头吃，要直接放。我无法克制羊头，好难哦。 Even little. 这边东西都很辣，我只有吃鸡腿粉。Hi, hello, it's raining. Yeah. And we are together in one umbrella. I don't know where we were going. 跟着我一起走过去看看吗？然后他时不时在半路上遇到下雨，然后就拿这个很像香蕉叶的东西，它是就可能算是这里的岛主之类的东西。对，然后就是这里是它的所有。家在。Bonjour. Je m'appelle So good afternoon. We are from Group 2, and the fish will be dyed, and maybe we will eat the dyed fish, something like that. It could be one of the realizations of what 我第6个。Yeah. And we have a different color in the bubble. Some are pink. Should I say the question? Put your hand up, and the fastest hand, I'll choose you to go first. Is Australia a continent? Terus fokus satu titik hanya itu.